宴會廳的燈光很亮，亮得像一場刻意不肯落幕的戲。公毯從門口一路鋪到主桌，每一步都踩在體面兩個字上，而我坐在最角落的位置，沒有人介紹我，也沒有人再記得我本該坐在哪裡。他牽着他的手走出來的時候，全場安靜了一秒。那一秒很短，卻足夠讓我看清他臉上的表情，不是猶豫，不是歉意，而是一種終於完成選擇後的輕鬆。各位，我想重新介紹一下。他的聲音不高，卻剛好讓所有人聽見。他才是我真正要娶的人。燈光打在那個女孩臉上，她微微低頭，笑得很穩，像是練過無數次。有人開始鼓掌，有人開始低聲議論，而我未有動，只是把酒杯輕輕放回桌面。玻璃碰桌的聲音很輕，卻讓旁邊的人下意識看了我一眼。他們其實都知道我是誰，只是這一刻，他們選擇假裝不知道。一個人走過嚟，低聲提醒我：蘇小姐，要不要我幫你換個位置？語氣很客氣，但意思很清楚。我搖頭：不用了，這裡挺好。他擰了一下，好像沒想到我會這麼回答。婚宴繼續往前推進，流程一點沒亂，敬酒、祝詞、笑聲一樣不少。只是所有人的重心都已經偏向了那個新站在他身邊的女人。她穿着白色禮服，裙擺拖得很長，像是專門為這一刻準備的勝利。而他站在她身側，手始終未有鬆開。有人開始稱呼她少奶奶，有人提前改口叫未來女主人。聲音一層一層疊上去，很快就合住了原本的秩序。我低頭看了一眼手機，屏幕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。沒有訊息，沒有電話，很安靜，安靜得像是整件事早就不需要再通知我。旁邊卻有人小聲說：聽說她才是真正的蘇家千金。那邊那位只是以前訂的婚。聲音不大，但足夠讓我聽清。我笑了一下，很輕。他們說得也不算錯，婚約確實存在，只是他們不知道，婚約之外，存有更早就存在的另一層東西。宴會廳的音樂換了一首更柔的曲子。燈光也調暗了一點，氣氛開始往圓滿靠攏。主持人站在台上，開始說一些祝福的話，說他們天作之合，說這是一場自導但正確的結合。每一句都像是在替剛才那一幕及章。我終於抬頭看向他，他也看見我了。那一瞬間，他的眼神有一秒的停頓，很短，很快就被他移開，像是刻意不讓自己多想。他繼續微笑，繼續擁抱他，像什麼都未發生。我忽然明白一件事，今天這場婚宴，不是邀請我來見證的，是邀請我來被替換的。有人想讓我自己接受這個結果，但他們可能忘了一件事，我從來不是被動接受的人，只是我沒有立刻說話。我在等一個更合適的時間。桌上的餐點開始上來，海鮮的香氣很濃，有人舉杯敬酒，聲音越來越大，祝新人幸福。一輪接一輪，他帶着她走到主桌，接受所有人的目光，像是已經完成了身份交接。
而我仍然坐在角落，像一個被暫時遺忘的變量。這時候，一個服務生經過我身邊，腳步停了一下。他低聲問：蘇小姐，需要幫你開車嗎？我看着他，全不用。他點頭離開。就在他轉身那一刻，我的手機終於震了一下。不是電話，是一條很短的消息，只有4個字：可以開始。我沒有馬上回覆，只是把手機放回桌面。燈光落在屏幕上，反出一層冷白的光。宴會廳裏，所有人都在笑，而我第一次覺得這笑聲有點吵。我抬眼看向台上，他正舉杯，準備說下一句致辭。他站在他身邊，微微側頭，像在等待一個被確認的位置。沒有人注意到我已經從角落站了起來，也沒有人注意到我拿起了手機，手指停在通訊錄上一個名字上，那是他從來不知道存在的號碼。我沒有撥出去，只是輕輕按亮屏幕，然後關掉，像是在確認某個開關。宴會廳的門外，風從走廊盡頭吹進來，帶着一點夜晚的涼意。我站在那裡，看着裡面的光。這一刻，未人知道這場婚宴真正的規則，旋沒有開始生效。宴會旋在繼續，但氣氛已經變了。表面上是一場婚禮的僵點，實際上每一張桌子都在悄悄換陣營。我站在走廊的落地窗邊，看着裡面的燈光一點點被酒氣和笑聲浸透，像一鍋慢慢沸開的水，表面平靜，底下卻已經翻滾。有人從我身邊經過，腳步刻意放輕。蘇小姐，你要不要去休息室？語氣比剛才更小心了一點。我沒有回頭。不用。他停了一秒，像是在判斷我是不是在生氣。最後船是走開了。這種變化很細，細到如果不是習慣看人臉色的人，根本不會察覺。但我能。宴會廳裡，他正在被一圈人圍着敬酒。新婚的光環很亮，亮到足以遮住很多細節。比如他笑得比剛才更用力，比如他偶爾會看向他的側臉，確認他是否存在掌控範圍內，比如他開始學着回應那些稱呼，動作越嚟越自然。少奶奶真是氣質不一樣，蘇家果然不一樣，每一句都像是在替一個身份及章。而真正的問題在於，他們叫的那個蘇家，並不是我。我輕輕低頭，看了一眼手機，屏幕全是安靜的，但我知道，有些東西已經在動了。嫁妝賬戶的權限不是一張紙，它是一套系統，是信任，是授權，是長期積累的默認通行。而現在，這些默認正在被一層一層重新確認。我沒有急着動，因為越是這種場面，越不能快。快就會給人解釋空間，慢才會讓人開始懷疑現實本身。宴會廳忽然傳來一陣笑聲，比剛才更大。我抬眼，他正被幾個合作方圍住。那些人我認識，不算朋友，但也不算陌生。他們一直習慣看風向。其中一個人笑着拍他肩膀：恭喜呀，這次聯姻對你們公司幫助很大吧？他說得很自然，但幫助兩個字很微妙。他點頭，笑得更深了一點。當然，
是雙贏。這句話落下的一瞬間，我看到他眼神閃了一下，不是心虛，是確認。他在確認這場婚禮的價值是否已經被市場認可。我忽然覺得有點好笑，原來在他眼裏，這不是婚禮，是一場融資說明會。我轉身離開窗邊，沿着走廊往外走了一步，高跟鞋踩在地毯上，沒有聲音。走廊盡頭是宴會廳的側門，門半開着，裏面的光像日出來一樣。就在這時，我聽見一個低聲的對話，他真的沒反應，沒有，一直坐着。那邊不是說他很難處理嗎？可能是裝的吧，這種場合誰不摻着？我停了一下，他們在說我，但他們說得不完整。他們以為沒反應是一種退讓，卻不知道這只是信息旋沒釋放。我輕輕把手放進口袋，指尖捉到手機邊緣，冰涼的，裡面有一條已經準備好的通話記錄，只差一個動作。宴會廳裡忽然換了音樂，更正式，更莊重。主持人開始宣布下一段流程，交換象徵性的家族信物。這個環節很有意思，表面是儀式，實際上是資源確認。我站在門邊，看着他走上台。他很穩，穩得像已經贏過一次人生。他站在他身邊，微微抬頭看着他，眼神很柔，柔得像一切都已經定型。但就在那一秒，我看到一個細節，他的手指在輕輕收緊，不是緊張，是用力擁持。一個人如果真的捉於那個位置，是不會需要擁持的。我忽然明白，這場戲其實有兩個人在撐，一個在撐體面，一個在撐身份，而真正的漏洞就藏在這種用力裡。宴會廳掌聲響起，交換開始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手機震了一下，不是訊息，是系統提示，權限確認請求第二次。我沒有點開，只是看着那一行字消失，像什麼都未發生。但我知道第二層裂扣已經開始蟲動。我轉身走向電梯，門打開的時候，裡面只有我一個人。鏡面映出我的臉，很平靜，沒有情緒，也沒有波動。電梯緩緩下降，每一層停讀都像在替某種倒計時做標記。而上面的宴會廳旋在繼續熱鬧，沒有人知道這種熱鬧是可以被切斷的，只是旋沒到時間。電梯一路向下，數字跳動得很慢。我沒有看樓層，只是看着鏡面裡的自己。宴會廳的喧鬧像是被一層厚玻璃隔開，逐漸變遠。但那種正在發生的感覺卻沒有消失。車在樓下等着，司機沒有多問，只是替我拉開車門。回哪邊？他問。我停了一秒，先去公司。他說了聲好，沒有再問。車啟動的時候，城市的燈從車窗外滑過去，像一條被拉長的光帶。手機在包裡震了一次，這次我點開了，不是他，也不是宴會，是一條系統權限確認日誌。核心資產調用權限待重新驗證，很專業的措辭，專業到像是在提醒你，這不是情緒問題。我把手機放回去，沒有回覆，因為我很清楚，這種確認不會只來一次。
車停在公司樓下的時候，時間已經接近深夜。大樓燈旋亮着幾層，值班的前台看到我，有點意外。蘇小姐，這麼晚？我點頭，開一下3號會議室。她擰了一下，但全是照做。公司很安靜，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。3號會議室的燈亮起來的時候，桌面反光很冷。我坐下，把電腦打開，屏幕跳出的第一層界面是資產列構圖，一整排名字和編號，有些是項目，有些是股權，有些是信託列構，看起來複雜，其實邏輯很簡單。誰有權限，誰就能動。而我很久以前就把權限設計成了分層授權，不是全部給出去，只是讓某些人以為他們已經拿到了全部。我點開第2層，嫁妝信託，100億不是現金，是列構，是投資組合，是控制權，是長期綁定的商業系統。它不足於婚姻，只是曾經被婚姻借用過。屏幕右上角顯示，當前觸發條件，婚姻關係綁定狀態異常。我看着那一行字，停了幾秒，然後關掉。不是因為慌，是因為確認對方已經開始動關係解釋權。他應該已經在試圖說服某些人。婚姻沒有變化，但系統不繪印故事，系統只看狀態。我往後靠了一點，會議室很安靜，只有空調的低頻聲音。助理敲門進來，手裏拿着一份文件。蘇小姐，剛剛有3家合作方發嚟詢問郵件。他停了一下，補了一句，語氣有點不一樣。我接過文件，沒有立刻看，怎麼不一樣？他猶豫了一下，像是在確認暫序。我點點頭，沒有意外，只是比預期快了一點。文件翻開，第一頁就是名單，都是熟悉的名字。這些人不一定真的關心婚禮，他們只關心列構有沒有變。我把文件合上，回覆他們一句話。助理抬頭，我看着桌面，語氣很平。所有原協議暫不變更。他點頭，準備離開。我又補了一句，但不提供任何新增確認。他停住了一秒，然後點頭更快。門關上後，會議室重新安靜下來。我打開手機通訊錄，那一串號碼旋在哪裡？很乾淨，沒有備註，只是一個代號。我沒有撥出去，只是把它從收藏夾裡移出來，然後重新放回原位。這個動作很輕，但意義很明確，不是啟動，是封存。因為真正的佈局不是先動手，而是讓所有人以為你旋沒動，留下城市燈光旋在閃。宴會應該旋沒結束，它應該旋在台上，它應該旋在那個被確認的位置。所有人都旋在等待一個結果，但他們不知道，結果從來不在台上產生，它只在一個很安靜的房間裡被改寫。我合上電腦，站起身，玻璃牆外的城市很亮，但那種亮是分散的，不像權力，權力是集中且可以被切斷的。